伫咧中华东犁溪，即几年进行环境整治、生态改善。即个寒冷时阵，袂少大鸟会停伫遮。中华的即个乌埔社区大学，当年也伫咧东犁溪观察大鸟过冬的状况。今年有发现到新品种的鸟仔，叫做乌面鹋，这是头一摆伫12月看到，而且也伫咧田里看到二级保育类的骨层啊。一人一支千里镜观察溪边有啥物鸟仔。中华乌埔社区大学逐年拢会伫东螺溪举办算鸟仔的活动，观察过冬鸟的情形。今年也有新的发现。像今日嘛有一种新的鸟仔，阮今日有调查到，就是讲伊面乌乌，叫做黑脸乌，迄是今年算讲今年新的一种种类。较早是帮时阮捌记录到，但是12月底咧算鸟的时阵，阮较早是也无记录到，这算今年算新的记录安尼。除了乌面鹋，嘛有观察到俗称土豆鸟的小变形、落脚的长脚形、二级保育类的骨尖仔等等的鸟仔。中华乌埔社区大学伫东螺溪算鸟仔已经7、8年的时间，嘛发现这的生态愈来愈丰富。伫过去7、8年来，阮做的调查内底发现，讲这条东螺溪的鸟仔是愈来愈多，生态愈来愈丰富所以，阮今年嘛咧足关注到2点，就是讲，因为今年有工程的进入，包括讲咱76线，还有咱的东螺溪的整治计划内底，是毋是有法度会去影响到咱鸟仔的部分根据乌埔社区大学的统计，今年拢总观察到49种，计共4147只的鸟仔，甲旧年比大约减少300只。推测可能甲暖冬，阁有附近时间有关系。林淑玲执行长表示，有甲工程单位沟通，伫大鸟来的这段时间先停工，希望互这阵长途飞来鸟只会当安心伫台湾过冬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